观众朋友，大家好早，欢迎收看今仔日8月14公视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洪敏珍。咱先来关心高雄桃园区，因为前一阵仔大水雨落出灾情，也那当地代表谢基珍也是拉阿鲁的族人，失踪到今已经第3天啊，还下落不明。也那明北克洛桥的便道即马修复到一半，想袂到讲昨下晡是搁熊落大水雨，造成水崩山，也致使这个便道又搁受伤害。有土石流了！哇，怪手要来不及逃了！民众看到开水沟出现土石流，正激动，担心无远所在怪手加一顶红色的布棚可能会危险。最后一台怪手好像被困住了，这要重新挖了。高雄桃园区的玉水溪口，13户真侪机构甲人员伫咧抢修便道，无想讲下到一场土石流，刚修好的300公尺便道，搁伤害100公尺。公路总局港线干部单讲，13下到3点外，看到玉水溪的顶楼已經乌阴天，判斷講頂樓可能已經落雨，會發生土石流，就趕緊停工，也通知搜救人員離開。尾仔伫3點37，土石就淹到便道，有一台卡車被抬掉的，布棚也被衝海去。好在在所有的工程人員甲救援人員攏事先撤離，無造成人員的傷亡。甲前干部單講，已經修好的便道有偌濟，佫被衝海去，愛等暫時佫入去看，希望趕伫咧20進前搶通。原來失蹤的桃園區代表謝宜珍是也未找到。警消人員昨規工出動61個人5台無人機，找範圍擴大到李嶺甲高屏大橋。荖濃溪沿岸再下去的李嶺大橋，還有到高屏大橋，還有高屏大橋到雙園大橋這邊荖濃溪的範圍之內，我們都會擴大搜尋，然後我們會再加派，我們同時是那個其他大隊的人來支援。警消加國軍北岸黃金72點前後，分水路空3路伫咧找。空軍總隊直升機伫咧明白克洛橋的天頂來回伫咧找人，警消人員是沿着荖濃溪的沿岸地毯式的所在，無放棄任何機會。記者綜合報道。来讲，今仔日是舊曆7月初7，除了是羅曼蒂克的七夕情人節，嘛是咱七仙女、七娘媽生的日子。有濟家庭攏會趁這天替囡仔做16歲，會多謝這個七娘媽保庇囡仔平安大漢。因為今仔日的天氣呢，受西南風的影響，南部地區會有地震雨或者是雷公雨，其他地區攏好天，溫度差不多31度到35度，外晝的時陣會較翕。不過，這季度呢，這天氣都會落雷公雨，咱來聽氣象局最新的說明。南部或者是中部局部地區天氣還是比較不穩定一些，而其他地方雖然白天可以見到陽光，下午過後也要留意午後雷陣雨的發展。午後雷陣雨可能會各地的山區、大台北地區或臨近山區的平地帶來比較大的雨勢，請大家特別留意。氣象局表示講呢，今仔日南部甲中部地區，抑閣有金門、偏湖有一寡所在，攏會落地震雨。因為各地呢，佇咧中晝進前攏好天，毋過季度這熱對流會較旺盛，大台北地區就較會落雷公雨，也有可能會上大雨。北部的觀眾朋友下晡出門，就會記得早雨傘優美一下。再來講，這個台中梨山較偏遠的產業道路，即擺是去互民眾亞講，有真濟人佇咧遐囤規大堆的糞掃，主要攏是農業的廢棄物，也閣有一寡生活的糞掃。啊，就算講這路已經用鐵網啊甲圍起來啊，毋過狀況有關無改善，陣若落雨，即寡糞掃就有可能衝入去德基水庫，影響水質。真侪糞掃徛伫山溝內底、樹叢內底，也攏是一地一地糞掃。就算說真懸的圍籬甲鐵網啊，上款是人去糞掃。詳細一個看，袂少是民生糞掃，絕大部分是農業的廢棄物。就是農藥的那些瓶瓶罐罐的東西，然後包含就是垃圾。它如果說一些產業道路來講的話，它不是每天定時會去收取垃圾。當地民眾講，洪亂起糞掃所在大部分是偏遠的產業道路，當地有真濟街市園攏是請人管理，抑個糞掃車攏無到到位，真濟農業廢棄物就安尼棄佇山溝。另外，遮我郡德基水庫上游也佇大甲溪流域，最近山區是常常落大雨，水質也可能受到污染。
出来就要半个小时，回去又半个小时，然后他早上6点就要开始去果园工作，我们的设置车的时间没有办法符合他的需求。当地民众认为，梨山地区情况一天虽然有一撮收粪扫时间，也不过时间是难以掌握。加上真侪三角道路粪扫车无到位，建议应该设集中的管理点，避免乱扔粪扫。对此，台中市环保局表示，今年度已经对开乱扔粪扫这个所在开出高档的罚单。对当地的居民也是有一些吓阻的一个部分。那我们更积极的是，我们设置车让它到，好，这样就避免它到下面去，我们要花更多人力把它牵起来。和平区公所清洁队表示，虽然每工对环山、福寿山甲梨山地区拢会派车来收粪扫，不过当地情况人力不足，部分的种假的人才就地来乱扔粪扫。环保局表示，除了加强设置这个粪扫主车，减少民生粪扫乱扔。对于在外开乱扔粪扫的所在，加强来处理，也追求农业配材来源，避免影响继续来扩大。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咱来讲最近未少人上界关心的振兴5倍券。行政院长苏贞昌昨是调集相关部会首长，针对整个发放的规划来做讨论。行政院发言人也伫咧会议结束了后，表示讲，资本民众爱开1000来换5倍券，即马有伫咧参详，讲有可能全部由政府来吸收。考量政府整体财政负担后，经济成长的成果应该可以让全民共享。因此，院长认为这一次民众兑换5倍券时应该付的1000元，可评估全部由中央政府来吸收负担。院长请相关部会朝此方向妥善规划。行政院表示讲呢，因为院长苏贞昌认为，咱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是继续伫咧升悬，顶半年经济成长率8.34%，全年的经济成长率也正乐观。考量政府整体财政进行5倍券，民众敢阁需要出1000块，或者是讲全部由政府来出。后礼拜一，等听这个党团的成员意见了后，才会有定案。再来，咱甲观众朋友斗阵来关心国内疫情。昨咱增加4个本土个案，有2个死亡个案，14个带病入境。带病入境的人，也是今年5月份本土疫情大爆发到大，确诊人数上介侪的一摆。新冠本土疫情转好，按个境外确诊煞增加。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国内13新增加18例新冠确诊病例，其中4例本土，14例境外，也有2例死亡。个案分布是台北市甲高雄市各2例。这原来是5月中本土疫情爆发以来，境外确诊人数上介侪一届。就是5个里面，有4个是 BNT， 一个是 Moderna 啊。有关他到底有没有打疫苗的部分，我们就是还在询问当中。指挥中心也公布最新的境外移入基因定数，结果发现8月初6至12，6个个案当中有4例是 Delta 变异株，其中有2个外国籍人士已经注过2剂新冠疫苗。特地注的是一个60多岁的女性，伊伫美国已经注2剂 BNT 疫苗，返来台湾也是确诊，经过基因定数是全台湾头一例哥伦比亚变异株，不过是属于无镜头感染的。那经过我们定序出来是这个 B1621哥伦比亚变异株之后哈，那我们也把它从这个，因为它无症状，本来是从防疫旅馆转送到我们的检疫所去做隔离。那后来我们现在昨天晚上也把它再移到这个医院里面去做负压隔离哈，在医院当中昨晚的采检的 CT 值已经增加到35，就是病毒量已经很低了哈。12疫情记者会上，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讲，3+11制度不是老旁，引起外界质疑。对这件代志，陈时中伫13记者会上，伊提出多卡解说相关的检疫措施，也甲调整的过程。那总共检疫了1790人，相关关联的人，我们都做过调查。那这些就是没有职场或家庭以外的社区接触者的确诊。我们说它确实是一个群聚。但是对于社区的影响，经过3个月之后，在这样广泛的一个疫调，并没有找出一些相关联的。陈时中表示，当时陆蝴蝶甲发现事件拄告一段落，真正无法度确定讲无牵连，因为基因定数有一寡共款，不过经过3个半月了后，大规模疫调采检，为事情找袂出牵连性，所以才定义做这个案件是规定小话。
整体来看，感染源头是国外来的。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报纸看什么大代志？咱甲乡亲斗阵来去现报纸，先来看《中国时报》。咱台湾有袂少人是足爱食槟榔的，不过即马伫咧土耳其，槟榔已经被管做毒品。根据了解，咱的外交部今年到达已经接到土耳其政府通报有3件，讲有几啊位咱的台湾人炸槟榔入境，已经去互抓起来，即马伫咧当地审理。来看《联合报》，遵照法律纳税人若为着要维持规口罩基本生活，所开的这基本生活费免去互政府扣税。今年因为国民所得有提升，致使今年的基本生活费升来到逐人192000。下条件的家庭，准拿一口罩4个人来讲，税率用5%来算，就通省2000块。每年5月份拍算超过205万户受惠。来看《自由时报》。虾皮伫咧去年底，因为申请电子支付的执照，向投信会申请要证资，不过金管会定的期限已经到啊。昨是宣布讲要废止虾皮支付公司专营的电子支付机构的业务许可。因那虾皮支付是表示讲，正诚恳会来接受这个结果，不过也会确保这个用户的权益，袂去受到任何的影响。再来，咱来关心即阵咱国内本土病例数，昨咱的本土病例增加4例，因那台湾本土病例数即阵加起来，计共有14464例。来看各县市的分布。即阵伫咧台湾病例数超过4000例，有新北6845例，台北4839例，超过200例县市，桃园792例，苗栗549例，基隆316例，伫咧彰化有273例，因那伫咧台中207例，因那昨咱的死亡个案增加2例，因那即寡资料拢是今日早起疾管署上最新的数字。台北市呢，昨是有2个确诊个案，一个是住厝内互相烧话，另外一个是桃园机场的地勤人员。不过即马要找无感染源。伫咧新北市呢，昨是无新增加的病例。不过市长侯友宜就强调，到大因为新冠肺炎不幸过身的已经超过800人啊，所以提醒民众一定要会记疫情会假死。桃园机场13针对机场大厅电机柜台加强清洁消毒，因为有地勤人员染疫，感染源无清楚。台北市13确诊人数只有2人，其中1个是交互感染，另外1个就是桃园机场的这名地勤。市长郭文泰表示，无确定是不是接触到机场的外国人去围掉。桃园机场的地勤工作人员，你知道吗？所以也不晓得是不是接触到机场的一些外国人哦，被感染到。不过因为这个感染源不明哦，还在调查。第一个匡列，第二个加强清消。那目前这2项都做完了，都已经在进行。台北是不是一个疫情热区呢？郭文泰表示，放假即马唔是热区，台北的群组感染源已经消灭，目前问题是要找出暗藏的感染源。另外，台北市疫苗注射率是6都第一，注射率达到50.1%。新北市计96天出现家庭，侯友宜强调，疫情夺走800多人性命，爱记这个假死。这是多少人的生命，多少人的确诊，以及我们经济受到多少冲击所困顿过程当中所换来的悲惨教训。侯友宜也阁向中央发射一镜普胎，阁公布为7月1日到即马，全国出现35例Delta确诊，新北市就占4例。新北市邀请持续一间防疫旅馆讨论严防Delta，针对应付有社区感染，新北展开扩大体检专案，已经体检1361人。伊表示，因长机动体检队到10时协助体检。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真侪人拢知影的嘉义东石渔人码头，去年12月份，这县政府呢讲，因为园区内底有真侪设备是有安全的记录，所以就甲包厢的经营权停掉。即马是开始来整修园区内底歹去的设施，希望伫咧解除封锁进程，会当甲内底物件拢整理好势。嘉义县政府顺势渔人码头设备改善的施工进度，包括送水池入口的路面甲岔道。这边因为是东石乡重要的观光区，所以嘛有真侪在地人来关心。阮东石的发展嘛是因为有这个渔人码头，渔人码头有观光客来，观光来促进阮的经济发展，阮的大家
大家修行吼，那摊贩摊商个都有一通赚。东石乡渔人码头是嘉义县沿海出名的观光景点，内底设施已经使用超过10档，有一寡所在甚至还有涉海水的情况。县政府提出800万，要先做初步的解决。因为金鱼它也会积水，那大概也会产生一些青苔，那我们大概初步做一个改善。再就是那个堤防大道那边也是一样，因为常年的日晒雨淋有一些部分的损坏哦。县政府表示，希望利用防疫期间加强整理渔人码头的环境甲设施安全。海洋池涉海水的问题，嘛向中央争取经费修理，寄望东石的在地产业会当搁一摆透过渔人码头的经营带动发展。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讲，2019年台湾正做亚洲头一个允准同性结婚的国家。不过，若要和外国的爱人结婚，对方所属的国家嘛必须爱同意同性会当结婚才会当。之前就有一对澳门甲台湾的爱人伴想要去登记结婚，却被拒绝，拍东外的官司。总算是摕到合法结婚的权利。昨因两个人是手牵手去户政事务所登记结婚。这真的等很久，然后中间其实发生很多事情。那我们比较幸运，是我们都有办法留在台湾。向大家点出新的身份证，顶悬加了红色的名，伊是信琪。在2019年10月，甲来自澳门的阿姑想要登记结婚，不过煞互户政拒绝。经过1年多的官司，两个人总算胜诉，会使登记结婚。拒绝的原因就是说，内政部呢有一个函释，那个函释的内容是说，如果台湾人要跟外国人结婚，非台湾人结婚。那么必须要对方也是来自允许同婚的国家或地区。我们台湾法说要依各该当事人本国法，那他的本国法本来是澳门法，可是澳门法说当事人结婚这件事要依他的常居地法，那他的常居地刚好是台湾。互相替对方挂手指，嘛收下大家祝福甲鲜花球。阿姑甲信琪一路行来是真无简单。这摆因胜诉，毋是代表台湾已经允准所有跨国同性婚姻。伫台湾也有真侪无共国家状况相像的跨国伴侣无法度结婚。想到这，阿姑就哪有甜。3读通过之后，全场在欢呼。我跟凯莉他们在一起哭，看着别人结婚，但自己不能结婚，那感受其实一点都不好。其实外国法如果是拒绝同婚，按照台湾大法官的解释，同婚已经是基本人权了。那这样适用这个外国法是违背台湾的法律秩序的。判例并认为，台湾跨国的同性伴侣若要结婚，需要看对方国家的法律，这违反着台湾的法律。针对这点的改善，因认为内政部甲司法院有互相杀责任的状况，所以向监察院提交陈情，目前正在调查。记者郭北君、陈派文台北报道。早起看世界来讲，新冠肺炎的疫情伫咧全世界流行1年多，有袂少病人伫咧胃病了后，虽然讲身体好诚济啊，毋过呢，要是有病尾，亲像讲这人会感觉较会忝，筋肉啦、关节拢会疼，有当中啊呢，这喘气佫无啥顺，会当讲好无安全。在英国伦敦伊尔福德这间媒体会馆内面，作者盖瑞米勒伫咧甲伊的告诉。这是伊感染新冠病毒好势了，少数会当做的代志之一。盖瑞去年感染新冠病毒了，接受治疗好势已经1年多，告诉嘛，伊往有容易忝、肌肉关节的疼，抑个喘气困难，无法度家己路边床的情形。伊毋是唯一新冠登记证的受害者，全世界受疫情影响。平均10位恢复健康的人内面，就1位出现新冠登记症状。伫英国，怎么就诚侪治疗这种状况的诊所？其中伫咧伦敦的乔治昂病院，就后遗症的门诊，是政府资助的83间相关诊所之一。今后已经为700位患者进行复健治疗，也共有120位患者排伫咧候补名单等。And then when you get to the clinic, we then look at, you see myself, you'll see a physiotherapist, the occupational therapist, our clinical psychologist. I have access to other specialty members from cardiology, rheumatology as I need to, based upon your symptoms. And again, you then can either have diagnostics and go via a therapy-based route if you need to. 62岁罗斯特帕也是新冠登记症状的病人，伊伫感染病毒了，踮病内面治疗3个月，中8分别6礼拜。一直到去年7月才好势出现。
now I can walk indoors without a walking stick, but when I go out, I use a walking stick because sometimes I lose a balance. 心理专家认为，新冠长期症状的患者拢有记忆力衰退加脑雾的状况，会造成患者有孤单、感情失败的心理变化。经过治疗，每一人恢复的情形，照个人的状况无同，有紧有慢。虽然无法度甲患者保证讲当时会好，不过总算是愈来愈好。公司新闻但是当编辑。那讲到葡萄牙的首都里斯本，有真侪人一定会想到因的电车是黄色的车壳，而且是行轻型的铁轨路。当地就有一位收藏家，收藏不少已经退役的电车车手。伊除了家己修理老电车，还佫开一间电车餐厅。未来伊讲佫要来开一间电车博物馆，咱做伙来去眼界一下。轻轨电车的车厢慢慢驶入去停车棚内面，这是葡萄牙里斯本一间仓库，内面各种车厢拢是收藏家保罗马奎斯的收藏品。 Quando eu comprei o primeiro, as pessoas disseram, para que queres isso? É para uma capoeira? Pronto, faziam assim, era depreciativo. Neste momento acho que há um maior respeito porque isto passou a ser um ex-libris da cidade de Lisboa. O elétrico neste momento é um postal da cidade. 若是去过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人，拢会对伫咧路的走的黄色的轻轨印象真深。这款电车自1902年开始，载着当地人去城市每一个所在，带动经济发展。不过尾啊，公车、地铁愈来愈多，即马只敢剩差不多50台。不过也是真侪人讲伊坐。48岁收藏家马奎斯，伫咧伊的仓库内面有收藏13台电车。 有一款车厢真老旧啊，拢靠马奎斯甲同事亲手修理。Algumas coleções são coisas pequenas, não é tamanho real. Carros antigos já há muita gente que tem, mas isto é único. 马奎斯即马伫咧市中心有一间电车做队餐厅，也佫希望未来会当开一间家己的电车博物馆，希望民众唔通忘记轻轨电车伫里斯本的历史，也佫伊对城市经济发展的贡献。 公司新闻但是当编辑。下半部的天气，咱斗阵来去看，先来看北部地区。在北部温度上加25度，上悬35度；在中部温度上加25度，上悬33度；在南部温度上加25度，上悬31度。 伫东部温度上加24度，上悬33度；伫金门、平湖、马祖26度到32度。感谢乡亲收看，我是敏珍，祝天下间所有爱人啊，情人节快乐！咱明仔载再会。